一步，大好再看未来。乐迷乔治，所以我即摆啥？毋是咧开讲迄种诶吗？来，我今日真兴兴吼，今日会讲来到遮吼，做这个迄个台语名讲直播直播，对无？干啥呢？小心，你诶当中有可能会记长即个。有你诶麦克风，嘿，阮这是较专业诶啦吼，所以阮即马吼，今日来到即个印地摇滚诶迄个。录音室阮邀请到阮即摆目前行甲有小可伤含，阮嘛想无诶，一个角色就是阮诶迄阿兄乔治，嗨，掌声鼓励一下。大家好，我是迄个阿基的乐迷，嘿，乔治。那最近有看到迄个独立特派员内底，有看到一个迄个伊的头衔，久久都不说话，平常都没在讲话。平常都没在讲话，我都没有在对话了，我没有在对话。这样 OK 吗？有 OK， 好，太棒了。然后那个今日顶导，你偌久无老舍啊？你甲我讲，你需要这吗？我需要啦。你需要，我帮你瞧一下啦。我最近因为可能习惯性讲脱口秀的关系。需要麦架。最近要转职，我说没有麦克风架不好讲。这亲像迄个用迄个麦架即马拢敢都无伫即个世间像高凌风。好。我见到一个用麦架的人像连麦。是样。头2分钟整理。好，我就今仔日目的就是吼。对。咱最近因为真因为疫情的关系。是。然后大家人足久无出来参加活动。对啦，足久走跳啦。你听我讲了。是啊。咱的观众朋友因呢足久无出来看表演。对。咱遮的表演者嘛，足久无表演。对。对。其实为虾米有今日即场呢？即场的关系就是顶到迄个公司的迄个独立特派员的关系，我们就租遮嘛。了租了时，伊就讲阿基啦，会当来演唱，阮就掠一个近，掠一个近，掠镜头的，掠一个镜头的。了，伫笑第一条笑了，伊讲好，差不多，阮会当后一个镜头就是要去甲你叫来采访迄个阿雄。不是啊，阿基乐迷，乔治。对。了我笑了时，向发觉，感觉袂歹。迄几个感觉有小可转来，感觉你敢有看过《少林足球》？有大师兄回来。大师兄拢回来了。我有讲，歹势摄影大师，不是大师啊，摄影大哥，给我予我3条，袂使点歌，袂使伫前过，所以我讲种感觉嘛袂歹，所以我就想无搁招一个时间。所以讲搁笑一个白色恐怖。笑白色恐怖，弹吉托卡。对。外婚。好，等互你笑。了搁有笑迄个啥物啊？台南的啥是啥？搁有笑火金鼓，搁笑舞龙，总共4条。好，足欢喜。对。你有偌久无老舍啊？偌久无老舍？哈。所以讯号是对上。哪一种讯号？就是音乐讯号。是我一样是我手机啊。是啊。好，不要紧，乔治伊继续讲。无要紧，迄个然后来刚个笑一个什么呀？舞龙嘛好，然后就开始激起阿基的表演欲。这打车声音好帅啊！伊最近就可能伤久无表演啦，想要掠一下表演的感觉的。你袂讲要？我只放 YouTube 啊，我底下放 YouTube。我嘛足久无表演啦，两摆，所以今仔日安尼会使啦，这安尼算开场啦。是啊，是安尼啊。对，OK， cool。身为落力的台南人，通常起床比较早，欢迎款款对我来去菜市呀。目睭开开，个说嘛是迄几搭，先来找菜单的阿桑，买菜头毋若送，葱仔哥兼要甲我介绍七辣，即句话对伊拄过红。讲到即摆，手都抱到第2个孙仔，拢无开始半下介绍项，款摇会，最后面做工课，
首先拄着隔壁头家，先拍一支粉来熟悉一个，唱歌阿比啊问我敢要啉两杯，粉食了才来讲工课，我讲歹势。要恁后悔，开好检头，准备来去拼经济。各位朋友啊，欢迎来到国华街。下晡3点国华街，行随时就满来来往往的人。我要唱错吧。下晡3点国华街，行准时就满来来往往的人。你的思念我会查到。只要共款看，天气共款热，天气共款麻不过。啊，你海风下，花伊爱风大，已经快开始行。比较认真，我前2天无练到这条啦，这条我就单纯要放互你笑的啦。个心情，我有专袂记啊。看看镜。这条白高顶的歌，经过无平凡的人，一个最故事的我，行过着内黑的天，披着沙土的耳旁，行过白路愈近是林密路的梦，行到了一个计划，我的故事拢伫咧国华街。这摆耍爱接电话啊！后边是郭子狸啦，郭子狸。小姐，骨子里的未买家。郭子狸还是你会唱吗？这趴？明仔载，你会啦，你会使啦。你专门咧唱为嘛加一拍？袂啦，不要紧啦，可以笑啦。帮你打。你打。你看你可以嘛，袂记不要打。偶尔早餐还是煮点稀饭，炒饭加点汤比较习惯。人在异地，回家是种期盼。你会整句的吧？透露我的习惯。几千公里外，天空不同，景色不同，却又相同。模式钻地板。来出，中反应笑话，对着朋友糊弄，也一样触动。他笑声像是气喘。这个搭配不错。杰克朋友皱着眉，一脸不耐烦。我笑着说到我的故乡，人们多友善，加油伞，晴天会撑伞，转又不带转，喝伞街，微红，手机飞行模式，那些音乐追送。20小时之后，约哪见面你回动，刚到国华街口。这下次要表演真的要练。叫我买家，他们都叫我微红。下晡3点国华街，行随人去到正轨主呀。小姐要人的帮，你的思念我会查到。下晡3点国华街，行准时就满来来往往的人。小姐要人的帮，你的思念我会查到。下晡3点国华街，行西滨绿到正轨主呀的人。来哦，来哦。下晡3点国华街，行准时就满来来往往的人。我有听到咧。你的思念我会查到。哦，袂歹咧，乔治真样赞咧，你拍真样唱袂歹啦。你海选有啥会无过啊？我嘛想无诶。你海选现在无要闭音，别嘛想无来干。好，我说时迟，那时快，以为都买好，伊别讲了就给他放歌，我刚刚这几样。无，这就是安尼啊。不讲武德。没，这叫做综艺梗。不讲武德。综艺梗拢是安尼啊。康三 music 啊，然后伊要甲我用，伊家己个无练。我无练，无我完全就是 freestyle 迄种。我嘛无练啊，安那？但你的歌。少啊，都这几条啊！我是歹势讲真啦，哦。无伊即摆放白雪根本我嘛样唱啊。来白雪根本，没吗？我开玩笑。你会使吗？我等下快转第一段。谁跟2位叔叔？玉姐嗨。嗨。2位叔叔打招呼。2位叔叔。可以啦，会使啦，这会过啦。这会过吧？麦哥，我讲叔叔。卖甲这个叔叔拍招呼，把这个叔叔。拍谁？这怎么办啊？这讯息怎么办？但你不能把 Kiss 音暂时关起来吗？你俩很久，你两设定。我唔是很久啊。看麦啊，Kiss 音的通知对不对？阿基就是这个无专业的。通知嘛吼。你看就是安尼，最近就是穿啊、头大啦，活动有咧接啊啦，开始无甲较早支持伊的观众朋友更一回事啊啦。即摆音乐季有咧接啊，讲话开始大声啊。我无讲，其实认真来讲，这
迄个贵人散步。迄个我还袂讲名，你就家己讲出来啊。对无，因为伊消息已经放上出啊嘛。我叫贵人散步阿基哦。对对对，贵人散步迄个其实即个活动哦，是因为伊有拜托迄个长安人帮伊做一个迄个做宣传啦哦。啊了，长安人就做哈扣的，伫遐讲，阿基无笑吗？你知吗？啊了，雄雄就有加一个我的名伫内底。啊是啊，若无。你要笑，你做伙来啊！无。做伙来啦，不要紧啦。阿雄乔治呢？啊就会使啦，做伙来啦。啊，你袂输甲要阿基上乔治，恁爸毋敢送诶。不要紧啦，不要紧啦。迄边嘛是乔治，然后加阿基。好啦，互你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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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无，明年，互你挂，互你。恁爸即摆身份地位好，摆迄我诶粉丝直接配一个喙烂的那个 MC 啊。你假是你诶粉丝会晓配喙烂吗？会吧。各位观众朋友，我最开始讲一件代志就是。还是。做微妙哩。微妙是啥物？微妙。就是我即摆看见阿基，我较早拢会甲测，但是我即摆最近测无啥个咯。为虾物？因为我感觉阿基，可能阮2个年会拢有啊。然后我看见阿基咧笑的时阵，我感觉阿基咧笑的时阵，甲因老爸愈来愈共面。啊，我本身是做 respect 老爸的，你知吗？然后我搁做讨厌阿姨，然后我有想要测啊一部互收起来，因为伊咧笑，啊伊咧笑的时阵太像因老爸，我测无啥个咯。不要紧，你咧笑嘛，做是恁爸爸。我拢袂甲你测啊，我拢袂测，我拢是讲话，我拢礼貌性、礼貌上咧甲你开讲。来，阮这顶去出状况，吼，乔治袂晓互伊流汗，来。我无出惊落，你是毋知。这随时拢。来，你今仔穿啊做冬天呢？即摆是外口啥零？即摆外口10几度。我即摆就是掠个芳吼。系啊啦。风的时阵会当穿较高的，就穿较高的。因为咱的寒天短短啊。就是外头买足侪领啊了，用袂着啊，有一领搁互迄个央丽去总冠军哦。OK 啊。迄一寡就知嘛我算内行的啊。我从央丽这少年家较有听过奶球这个团体。迄个白主跟咱看全台时刻存我的对，不过伊个穿的了，我嘛是感觉袂歹啊。安尼嘛算阿兄有加持着啊。啊！伊200万，敢有真正帮你修理迄个单？无啊，伊无要帮我修理单。伊迄个修理，我甲大家说者，伊也无要帮我修理单。我甲大家解说者，伊迄条钱毋是要起来帮我修理单。伊是安啦。伊当初的意思是讲，换一个扛棒。我的扛棒去互吹伊啊，吹烂伊啊。是。啊，伊的意思是手摕迄张大地100万冠奖金的支票。直接到底你。来，即地就起来做扛棒啊，别人无的。所以伊真正是摕迄地啊了，坐高铁落来吗？无啊，迄地我即摆无知道。OK 啦。只是讲，所以好，我搁问一个问题，就是，若是后摆无未来你的迄个甜圈圈真正找到一个新的所在，了真正有开啊。无。央丽敢会转来？基本上伊是讲会啦。哦哟，伊有甲你挂保证。伊有甲我挂保证，伊甲外口的人嘛挂保证啊。我。兄乔治的弟弟少年家，伊嘛甲 RPG 讲啊。我一定要等伊。伊有甲伊直播跟我讲啊。伊讲反正即阵我无用刷的，再甲我斗3工啊。我若做便当就来甲我上。但是简单来讲，就是假设啦，假设阮以迄个浅草新天地迄个所在来讲啦伊鸡腿三兄弟，无是听讲，阮以迄个场景你头壳内爱有画面嘛以迄个场景来讲，就是你今仔坐内底，外口坐一个帮你用甜圈圈的台，不过伊的户口内底有100万。我负责嘛，有100万啊！了咧，负责比较济呢。而且靠背，伊迄100万爱扣税。扣税还好啦，扣娱乐税偌济？3%。20%啦，靠背啊。20%尔80万，对无？够20%是80嘛？够80。80就乌一个空起来啊。80会使啦。80就乌一个空起来。对啊，甲我摕800块，你食单单。我若甲开喙，莫讲800块单单啦。啊啦，80块。8000块的牛肉面也要学啊。8000块的牛肉面是济呢。无迄间我看食一间。系啊。迄比20块的蚵仔面线搁较含咧。还好啦。你知影20块的蚵仔面线？我知。OK， 好，佳仔你跟着吃。对，阮即摆镜头前，因为即摆东下有一场战争搁咧战。台中的战争。中二选区，对。明仔希望大家下阳拢会当食咸酥鸡。为什么是咸酥鸡？你敢知？科普一下，咸酥鸡是啥物？盐酥鸡嘛，盐宽恒酥激进党。OK，
OK 吧？好 OK。江苏鸡，所以明仔若即场赢江苏鸡，你要交偌济？来，江苏鸡，至少油鱼爱100吧，敢爱100？我甲你讲，迄个鸡肉细份的30，大份的50，对， 50， 50份，一份。我寄付2000块。哦，真正是明仔即球若赢，真正明仔即球若赢，我寄付2000块的江苏鸡，好大家来找我囝。好，你条去信义街，欢迎来到信义信义街街哦，欢迎你来到信义街去遐食2000块的咸酥鸡。嘿，来我遮食2000块的江苏，我我跟会买，我去我遐，你就来我遐食。好，加码200块的振兴券，我互你。以后我200块你就不说我少。我2000块，你200块，你好歹你嘛交。安怎讲？你是走跳伫台南市区内底每一我是个行啊呢？对啊，台湾走跳王。好，我是意思是讲，我拢遮尔阿三，而且即个物件是你先提起的。我有提起吗？无，你哪有讲这是广大的粉丝吼，迄个陈柏伟。我来，我就明仔知影啦。我输零，我对啦输零停2000块减手机。好啦，2000块啦，停3Q 啦。停3Q 啦。啊，我无明仔载2000块，我就去买3Q 鸡排。好，我今晚都有一斤，我明仔载就是买2000块的3Q 鸡排，大家来食。 3000。 2000啦。好啦，你买个烧啊，大概你赢。好啦，我搁加200啦吼，加200，帮我买你200块的甜不辣，甜不辣。我死我。加甜不辣会使吧？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啊，你看一下囡仔鸡的啊。安怎讲？你即摆只是一个贵人散步，名单经过有名的无。表演歌手。安怎讲？你是 YouTube 频道有营收的呢，对吧？哈，陈小刀，会使吧？2000块摕出来 ，OK 吧？最近拢无啥环标，应该拢有摕到钱啊。无，我第一礼拜一支黄标。不要紧啦，你几啊百支的对吧？一支而尔。且迄支黄标佫是米拉除嘛。而且还是图肚鸡毛。我想无我的腹肚是有啥物好黄标的黄名啊？对啊。我感觉我最近一直去用标张现实动态嘛，是去用 IG。这个用色。违反社群守则，然后删除。安怎讲？因为你底下说好吃的桃子哦，好吃甜甜的桃子，你不是安尼吗？还是吃个桃桃。哦，吃个桃桃，你得爱吃个桃桃嘛？吃个桃桃，对啊。迄甲吃个桃桃无关系，有啦，迄看起来做猥亵。靠北，我去用现实动态，不是吃个桃桃。干伊现实动态拢伫遐黑白乱看话，懂吗？吃个桃桃。色姐，你明有时点个，我看到隔壁是你的现动态，我直接往右滑。迄伤济啦，你怎啊一直点袂了呢？啊，拢讲一寡笨色话。问答就是爱讲笨色话啊无？问答是讲笨色话，我每一道拢做诚心的发问。你敢有逐个拢回？我有无？我无咧开问答啊！你有开，我就会去留嘛，对无？你看我开问答，我就直接逐个拢回，实事求是，童叟无欺啊！连阿姊来留言乱笑，恁爸拢会甲回啊。对，一定爱回啊！你看你就知我无啥物无回。一定爱回啊！我一定要回一个便便账是吧？我小我袂记啊。对，而且你连续甲我讲2道便便，我也要烦死啊！便便账都够水呢。好，爱说后一条歌是啥物？母亲的名。无啦。无啦，找到。我要来啊！无啊，等下笑了啊，怎？妈呀！母亲的名。无要笑啦。啊，无要笑啦，憔悴。无要笑。你也无憔悴卡啦。无要笑啦，我只是来迄落甲大家开车讲的啦，我人有够就好啊。无啦。我去买2个来，互你写考哦。无啦，等者啦，母亲的名。无啦，无母亲的名，你莫啊乱啦。母亲的名，拍母亲的名敢有你？无啦，我歌词袂记的啦。这个。因为我后壁更新的，我无连我袂记的啊。好吧。啊咧，你的最红、点阅率最高的《槟榔摊之恋》，你是第一段嘛吼？卖个无我第3段。哈，你是第3段啊？嘿啦。无啦，你第1段啦。干你连恁爸第几段拢毋知，你好意思问我这个问题？我真正感觉林凯勇真是王八蛋呢。然后我甲逐个人讲我介意做好，你知毋知？然后伊即摆所作所为，真正是互我感觉讲靠背。我介意有做好吗？其实我家己嘛毋知。已经毋是我熟悉的林凯勇啊，你知毋知？毋是迄个我熟悉的单纯高的迄个 B boy 下斜线500迄个林凯勇啊。你到底要创啊？再一次。好 ，OK。你到底要创啊？笑了差不多吧，笑了这槟榔摊之恋。我今仔做讲我听老舍呢。
我还讲明明他去别人直播去乱笑。啊，你拄啊笑了，国外家人敢有有伫千过的感觉？无，我嘛做希望槟榔摊之间当上千过。你也是笑吹啊吹的。啊啦。啊无我永远拢爱去落笑，永远拢爱去 KTV 笑吹啊吹。笑吹啊吹啊。笑吹啊吹。增加点阅率啊。有断线吗？现在？哦，声音还有出去。OK。哎，今仔迄个617的歌，哎不，前两天617的歌有上歌节直播，有上歌节直播。你感觉你最希望对条歌会当上歌节直播？破坏无顾虑，是安怎？嘿嘿。啊，你敢有要看《浪人记》？歌节有要来啊？我想要，对。有段吗？有段吗？还是在段？有画面，然后有画面。所以。啊，他用那个歌节，你用617的，今晚我要干死你！会使吧？这样讲吧。但我们分享应该有黄标，伊迄个有黄标。伊敢若有呢，伊嘛是伫迄个黄标啊。嘛毋是黄标，伊就是 IG 直接不能发哦。IG 好像有被拿掉，因为我记得我那个对还蛮多人分享，然后都被拿掉。好。啊，究竟是安啦？你头讲干什么？无，就是伊歌节前两天有播迄个617的迄个今晚我要指你嘛。啊了，你会当，你心内有想讲，敢有倒一条歌会当去互歌节伫伊的直播顶面放出来？歌给人吧。哦哟，牢骚。你有牢骚？牢骚3.3上迄落啊啦。哦，牢骚3.3啊。迄上迄落迄个。无啦，你应该笑迄个啦，东京甩尾一条啦。无好吧？会使啦。无好吧？东京甩尾。做险的。迄个会险？比牢骚3.3更较险。迄会险啊！所以阮放一条较袂险的。准备好了没？来哦！来哦！3、2、1。我甲你讲，这个人就是吼，这就是我讲的不讲武德，完全不理人家受不了。我甲你讲啊，我毋是，迄真正是吼，你平常也无在在有我笑，我是来哦！我要这小鱼，我跟你讲，大家我无要笑，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了。来哦！小姐，请爱你予我爱，简单几句话，我煞歹势在心内。虽然我淡薄大苦，淡薄歹，但是对你的情意是100%的实在。平常我日起来嘛算是出名的歹，为何一到你上班的迄间槟榔摊，我就开始紧张，心肝开始皮肤喘。太济话想要讲煞个讲不出来，不过就是一句我想要熟悉你，哪会个会讲这话？我要去做阿扁。想要叫你看电影，我片拢要好啊！那会无说你个公子，我要车啊100。我不想要学了你真水，但是讲叫讲我要一罐结冰水，可安尼落去，唔知影要等到何时来，互你来了解阮的真正意。着你，艰苦着我，大家想要甲你处理。所以你真水甲结冰水是3压吗？你结没有，只有单双压而已。有时错，要快转直接唱未买价部分。我不懂你的生活，但我努力过。疑惑 I wanna show looking for， 我假装事不关己的态度似乎赖你，其实我制服安逸，只顾看你。招家美秀集团的吉他手外号朋友收起。梦醒来的女孩，我躲在毯子外，看着盯着你看着你亮丽来。我知道你不介意外省菜，最后2个8就让我用台语 rap。无你我会死，过去陪你。比如拢讲伊是白痴，叫我一声 baby。着你，艰苦着我。你后面都没有老舍呀。大工想要甲你处理。着你，艰苦着我。来哟，来哟，骨子里。拍谁啦？
在小说。哎，不是会整段的吗？我自己，我自己。好了，谢谢了。好的安尼，我发现我使用无可来去无聊诶。对了，一定去用恭维，一定诶。一定哎。但是我必须要澄清一下，上次我真的有跟他讲啊，可是他就是因为这就是过敏源的那个原则嘛，对他就是想找麻烦，就是没有，我们不是找麻烦，我们只是单纯就是我们当个称职的过敏源。干你娘啦！哎，你讲我会上便当咧，我看你电话养起来了。不，后尾无输啦。我就我是带要带包物件去。后尾等下等你报名啊。但是电话一直养诶。卖怪我，卖怪我。告诉我，警告你，我的事你最好少管。这哪一个梗？无啊，就是安尼啊。哦。就我的事情少管他，妈的。啊，要不然这还有什么？没怎样啊。然后阿亚最近还有什么活动可以告诉大家一下？最近做侪活动咧哦，最近有一寡。最近迄个我还，我唔是有两条两条什么啊？11月4号是不是？哦，7号啦，哎，7号。11月7号，你家己记袂起？7号。啊，我4号被中了。你4号被中？是7号嘛？哎，对。哦，有一场那个。7号有一个就是迄个脱口秀 open mic 活动，伫迄个东是不是？东风路。东风路宾馆。靠北。等我靠，然后我伫遐从东沙小。你讲有啥物卡斯好啊啦？对啊。哎，你不是北区人吗？啊，东风路过两个路口就东区啊。无啦，东风路遐不可是北区的范围内。伊后壁站就东区啊啦。啊，遐个是后壁站，遐头后已经要到迄个吧，铁基路啊吧。对啊，要到铁基路啊诶。你讲迄个地点是？对啦。啊，你讲有啥物卡斯啊？顺续介绍大家啊。你讲的卡斯毋是我呢。哎。哇塞！哎，你太早破梗了，我一个主持人。我已经接了才跟我讲这件事情。没有。这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先跟我讲。不，你要讲，因为迄讲我有讲，乔治有要 open mic， 啊，你问我袂无？我讲哈，我无关系写迄个段子啊，嘿，我其实无关系啊，但是我会当帮你主持啊。安尼我其实甲你问，我最近有我刷来应该我接的3个 open mic 的活动。拢有可能。拢有可能主持人是你，啊，我3个拢讲好啊。你3个拢讲好啊？你等时间互我来瞧看卖。无啦，你常人问我讲，迄个主持人，你要做主持人，你要做专场的，还是要做你头前后壁的？我讲会当头前后壁吗？啊，你刚要讲啥物啊？女权啊，占女权吗？哈？迄真个无完全能卡的，我无想要爱讨论这个问题。讲个查某人，你就上软的干。我这个尊重哦，我这个尊重。无啦，尊重归尊重啦，软归软啦，你就是软卡下啦。无啦。但是我感觉因为我但细汉就熟悉乔治啊，我出细汉就熟悉乔治啊，但细汉时我就听伊讲要拍某，我爸爸即摆有可能还未拍过，你敢有拍过某？拍过别人的敢有啥？袂使。袂拍啦，你有啥物拍别人的某？你讲讲。好啦，安尼，佮有啥物活动要宣传？然后我11月。好，对着麦。11月14号。14号哦，水哦。14号我会去高雄。哎哟，伫打狗啦哦。伫打狗。打狗的创啊，咧创啊。做一个白头活动的评审。哦。啊，有示范赛。无示范赛，好加赛无。好加赛无。所以伊找你去做，对，应该是迄个春江舌战啦。毋是，无共。无共着 ，OK。安尼。不过这嘛是咱的好朋友柯潇甲我找的。哦，柯潇找的啦哦。啊了，因敢有甲你讲找的标准是啥物？谁要人导？德高望重啊！你讲11月几号？14。无啊，柯潇港桥嘛是评审的。哦，11月14嘛。然后我看我一刚做主持人。同场的评审其实还有那个。够上。柯潇跟我跟 Q 毛万。哦。就高雄、台南、台北这样。我看伊讲我好像应征主持人嘛。啊，大家若有兴趣的话，当到我的 IG。若有兴趣的，当来看我个电。活动相关的资料。对。啊，有想要来看、想要来耍的，就到时候待会见安尼。待会见。
到时候见啊，待会见。到时候见啊，无咧。安尼个有后一场无？目前是安尼啊。哦哟，阿雄乔治啊，诶，最近啊无来就是一寡去网络诶。翕物件的网络。哦哟，哎呦，哦哟，拍一些影片之类的。哦哟，哦哟，最近拢看到人诶 MV 啦啊。哦哟，哎呦，敢有这？敢有即种？拢有，我外口有听着讲有人讲喊续集啊。拢有。哦哟，有续集哦，有讲憔悴的续集呢。对，有憔悴的续集。对，乌龙的续集嘛有。无乌龙续集，有憔悴的续集，憔悴2.0哦。憔悴1.0。憔悴2.0个敲奶壳恁之前听，3.0敲代志。干。恁之前听的版本憔悴0.3。0.3。然后，算即摆完整版的内容。憔悴4.5。这料的有憔悴1.0。哦，完整的憔悴啦，憔悴尬啊，乔尬。叶，无啊，乔叶。乔不是 K 啊，不是改名。哦，乔叶。耶。无吧？无啦，你毋是 King 呀？迄个角度诶几摆你到底一直在跟我，King over 憔悴。死啊！哦，你诶便当是啥？阮窗外有人去食便当啊！你看阮囝偌肥就好。家己便当做高级呢。嘿，看要做高级呢。甲人介绍倒一间呢。啊啦，安那。当老店。你安那讲你是北区便当王，对无？这阮北区的啊，这是北区的吧？因总毋是北区啦。哦，北区啊，无北区是 C 开头的。我记毋叫。对啦，吼。就是甲你配输，你个透死人，当食拉面硬，你人创我笑。我无透死人诶，我较早有食过小笼汤包啦。你除了拉面以外，你试过有啥物物件专门的？你无不一项专门的。有啦，小笼汤包会使啊。电话一直一样咧，你看。迄是提示音，你莫管我。你看电视提示音啊，我一直烦恼你诶性命危险诶。其实我前几工个有，因为我迄个时阵有讲要甲你来迄个做直播嘛哦。直播啦吼，啊了，就有人有跪球啦。用跪球，真跪球。伊讲希望看到阮当初伫迄个频道，你的频道内底有一个模仿秀，你知影模仿秀？对，伊讲这个模仿秀，普利亚好耍，所以伊个希望讲会能够看到你的精湛的模仿的演技啦啊 ，OK 吧？你准备好了吗？今天可是没办法。今天可以啦，我们模仿一个就好。我这边哪有无啥声，我无。不要紧，模仿一个就好。我都模仿500。无叫模仿500啦，所以你哪爱健康较有法度模仿500啊？无，我即阵哪有无啥种看我声无法度。所以你我模仿起来就无成。好，不要紧，你若今有小可烧声，我模仿别种的不要紧。阿杜。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历经模仿沈玉琳。哎呀！有一个烧声的代表菜头。大家好，我是做过阴差真大树的菜头。大家好，黑是玲珑的开头啦。你要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那个阴差真大树。菜头模仿皮卡丘。干你！干你娘！会使吧？这会使吧？要不然我们这种柯文哲。迄个黄登辉模仿杰尼龟。阿扁模仿马英九。所以我其实我要甲一寡最近关心我的朋友讲的是，我是安那最近压力不甲遮尔大，其实我甲他讲哦，我平常咧甲人相处的一寡代志，就是困过头。我逐工哦，拢爱甲遮个白痴，就是伫遐有诶无诶，我逐工拢爱应付，我应付甲足欠的。所以你的白痴1号以上。2啊。2号诶。魏买家。3号。天气荒。还有4号。有一个摄影组诶，4号摄影组。你的。还有一个吗？有一个。无前有重新的啦。有一个助攻，有去助攻诶。助攻以上。陈正文啊。陈正文。然后除了我大哥很帅，除了你以外，其他4个人即摆拢伫咧青木市新屋。即摆嘛，OK。头早我今日咧开讲，我讲干你娘，阿姊即摆伫咧应景开把几个阿姊来就算了。其实目前摄影组个加一个啊，目前咧食便当这摄影组诶。
是伊无年底较惨啦，年底真正足济。伊较好讲话啦，伊较好讲话啦，对啊。伊乌西会记，伊较早是个乌西会记，即摆我是毋知啊。即摆应该无度啦，嘿，伊甲你助攻着，你的即摆频道是偌济？1000多订阅啦啊，1400啊，1400了嘛吼。哦，1200，1200。啊，主要是咱足久无录迄落安尼。足久无录对种模仿秀。做一个阿杜模仿丽晶。我应该在车里。阿杜模仿菜头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不应该在车里，我应该在车里。你知道吗？他一定很爱你。我现在观看人数有多少？连我也比下去，你知道吗？要不然那个柯文哲模仿菜头。哦，是这个觉得哦，那个你知道吗？那个很痛啊！我觉得你模仿柯文哲反而比较像干你啊！你真的蛮像的。现在多少人？10 OK 啦。有时间再看你模仿这些有的没有的。好，那我们再带来那个乔治的最后一首歌了哦。今天没有歌了啦。后面有歌是？今天没有歌，我要来了，我要来了啦！我要来了。刚才来讲的是我今仔这是阿基的主场啦，我就讲。无主场，你刚才伫你的迄个直播啦。我买喧宾夺主啦，所以我好通要来处理一下迄个。处理一下白少年。处理一下小回数所以乔翠3.0的乔事情啊。乔你家爆炸了。我家里在北区明德街。明德路啦。好啦，谢谢乔治，谢谢，拜拜，谢谢。哇，这种台戏拖棚终于结束了。好，来，谢谢。好啦，今日阮租这个空间，小唱一下歌的哦。你要食物件啊？谢谢，好，谢谢乔治，谢谢。今日通告费你应该有食着啊？有啊，迄个菠萝的饼干啊，迄通告费啊。谢谢乔治，谢谢。食了，你讲食了。谢谢，好，今日联系了啊，接下来呢？来现场的朋友有想要听什么歌？有想要听什么歌？什么歌？等一下，不好意思，我来找。什么歌呢？什么歌？来呀！接网该赛，来呀！我做介意台人，我甲伊放伫我心肝顶，就算厝我做边看过，较上嘛是台南味。不管无伊一定爱安排时间转去，我来高雄拄着2个月的透早来去。我介意台人早顿就食人甲肉色饭，因为介意台人食完饭，我背面有肉汤。我介意一个步调，因为会当喘开。我嘛定定伫顶来送报到袂娘。我甲梦想甲你尽拢放伫府城，当我大汉，我嘛想要做一个有营养的人。环境甲文化拢需要大家守顾照顾。甲历史背景、国歌、实习、信用、家是教育，什么节目对阮来讲爱是这。新加桥的拢选兵作路杀往国际。我是台南的囡仔，我对土地的尊重。大声甲你讲，我介意台南，我想要来哟，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啊。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啊。阮的责任就是共同建设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顾台南啊。来去看日头落雪伫北门啊，
来去安平宿厝老咧食王俊，来去喜酒我骑伫乌多摆，载着水某。来去暗暝巴肚枵啊洗花园啊，来去，来去，来去洗啊洗啊，来去，来去，来去愉快洗啊洗啊。现场朋友，你若食饱，就食饱皇帝大，来啊！哎。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啊。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啊。阮的责任就是共同继续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顾台南啊。介意台南你也是啊，一定是啊。介意台南的气氛啊，甲春天啊，你的角度就是阮的角度同款啊，阮的责任就是共同继续台南的安全，互你也是顾台南啊，委员。耶！哦，时间有限哈，再快转啊！火警哥，火警哥，好，火警哥，好，火警哥，火警哥，火警哥在哪里？等等，共振。有观众点播，竟然有点播。这样听起来 OK 吗？就那个直播里面这样子，哦，真的假的？这代表那个设备技术一流了。果然是师字辈的，师字辈的，冲师。好，现在为大家带来灰金钩卖价版。来呀！这是台南富城安平虾饼，这是台南七股阳山蚵仔，这是台南赤坎武庙古早。来去台南行行，做伙听听，又比写出台南画出咱的一个文化的古都，快乐的城市。细汉伫遮大汉英雄的代志，爸母赐我一个美丽的名字，才会人情味都有影古水。无想过离开遮，我想绝对一世人捌伫遮带某生囝。我作骄，我拢讲台语大汉，我是下港的囡仔，多谢啦，我的爸爸妈妈。我好像无绑迄个头带。今嘛感觉房间内底作起来，想要出去探查外口面头家才出名。街仔路顶的人有的足用，有的一步一脚印，只是下晡买4点嘛，搁差20分钟。偌久无轻轻松松自由自在，离开烦恼倒啊电咱来的世界。心莫想讲红糖要食啥，应该先决只是行到半路拄着厝边拍只石鼓，日头渐渐落山，向阳公公一阵沙包讲我甲尾十八，美伫青雅，甲看着路顶一把工挂只手表。当下路顶亲像火金菇，这光台人市的每一条街仔路，奔波我的不止落雨声，搁有比较早，搁有你甲我。该丑一啊！
这样代表啊，表演绝对别让啉酒啊！来啊！行伫巷仔内底，行伫一个充满知识历史才可以来发现，行伫一个计划。努力世界拢有故事，你我也是导演。我爱着这你，一定无与我无论多时间，甲我步调无，我慢慢啊行无差。心目吃粗饱，饭就无咧现着啥物机会，我是做一工算一工，会做工人脚啊是地，半夜头看路灯啊。因这光台南不是，因有一互你安全的心情，伊搁带你转去。路边凊彩一斤肉燥饭的温度绝对，互你保证会俗挂伫嘴边难忘的口味。因为台南味的台南底是大人，恁人拢满意，一世人客较介意。有无对水路顶啊，看到尾十八。细呀细日暗暝经过港口甲天塔，你敢知影这较早是内南遮毋知的朋友车，对伫歌词的后壁。共款细呀细日大路顶我吹呀吹出着我，面对面是80岁的林北过。不管你是在地还是外地来甲这保持你情味，你今日情我行伫台南市啊。好，时间有限啊。都是乔治害的。你感觉什么声是会当代表台南？对你来讲，上印象？啊，袂笑声，袂啥物声？啊？笑声还袂啥？笑声。其实今天嘛，无讲的贵人散步。哦，贵人散步哈，很棒哦，大家记得要去买票哦。贵人散步里面卡司非常的足哦，有那个春燕哦，有 RPG 哦，很多饶舌歌手，希望大家可以去买票。然后细项我们到时候再说。对呀。哦，贵人散步可以听一下台南的声音啊，台南散步就是要听台南声啊，所以哈，到时候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表演时间，所以到时候来看表演了。我希望可以在全美戏院了。来。敢是今仔日的工课淡薄仔忝，感觉今仔日的台南淡薄仔咸，敢是今仔头家讲话淡薄仔险，一身机人强，家己淡薄仔忙，逐工甲时间比赛。来去的车流量甲风声，背部拍拼无言放松，为着生活认真做工。我知影你毋知影，其实上忝是做人，试看卖甲目睭合起来。希望讲合起来嘛会使，讲客起来嘛会使，客起来嘛是甲目睭合起来的意思。来哦。你的认真感受声音甲喘气，分明用心享受气味甲关系。自己问我敢有渐渐嘛介意，这是一门功夫调整好心情。甲我讲，台南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伫你心内是代表啥心情？什么款的答案是代表什么款生活？什么款的你是什么声音甲你声来啊？代表什么声？什么声？代表什么心情？代表什么生活？什么声音甲你声？去甘蔗往台南站到啊，清呛清呛。哦，这无收到。新光路顶的后寮啊。
逐工暗暝的石机啊，神秘家的兴旺夜。互人讲哦，声我播，声来解，声来解释，声我当机，吼，这就是当初100年前吼，声来一个文化上的一个无共啊，这嘛是最近咧写另外一条歌的时有吸收到这个资料，希望大家当期待我另外一条歌。来啉只水的，后壁做咸。来哦，宽的。可是肯定会好我，我们白家了家啥？真正来去台东有名地方，我早饭的原住民日子，搁有好食的麻糍，宜兰葱仔有够青，搁有真水的风景，随风到云仔淡水十群，拢伫新北市。家人有历史港口，搁有庙口夜市，大埔都村气氛有真侪观光客，少年的梦想藏伫100公里内底。桃园是台湾涌作者进出口。新竹的风浸透米粉照了了，苗栗的石果超好，咱都来买往来所，买地图表做白手礼，爱来去台中。云林中看北港菜饭马祖婆，经过嘉义莫白去食一包鸡肉饭，新营白河柳营下啊鲜花满豆。徐弟，我的故乡台南准备马上到，台南车车上有运动人话会经过，故事插进每一条路，高雄林头上有运动公山摇马路。食饱来去西野湾散步，边中食酒吃，炒爆面甲小冷冰，蛋甲坐船小琉球，只要20分钟，我用台湾的语言写出台湾的水，祝福各位平安时时欢迎再次光临啊！好听。其实最近阮爸已经回来哦，若要听到阮爸的声。咱来吃饭哦，对。好，后面拜拜一定要听完。再见了。再见了，嘿，再见，这就顾不来讲。好，下一首。我剩7分钟哦，7分钟，7分钟来挂收哦，就要惊哦。没想到冇介绍，天佑你该用话，我上班了吧？我刚已经滑单球看。我们在楼下干好，超时。继续啊！1、2、3，下降降。OK。来啊！最近南善食堂今年都会歌已经写好哦，这条歌叫做《南善食堂》。好，我做讲南善食堂。慕容伊是一个囡仔，真正搞怪。读册很感觉老师教坏，伊无想要受到任何控制。伊讲过做欢喜的代志，所以读甲也好关。伊开始计划如何一步一步关心，过程一步一步转入设计立场。这条路绝对太侪可能，不管好的歹的代志，拢袂影响伊挂心向前。伊有伊的个性，搁强听袂入去。不管敢会趁钱，就做得到偌侪困难代志，就算老会老底，自己对自己点头讲一切过程。有人向前拍，伊的肩胛头踏卡，分赛讲兄弟莫操烦，这真忘词了。好，没关系，我这次在练团嘛，练团。好硬啊！无分你我，无去大细，教读甲也好关。这是人生。行过细汉时，行到过岁后，一定好兄弟，斗阵较重要。我甲做些想法，家己来变成庄仔，头一块抓起来，不管落雨透中昼。甲一切当作食补，安尼小可会发出甲是食苦。若是拄着困难甲关卡甲，目睭合起来，对自己讲啊，
有法度搁较远的，看着家己心都到底，未来到底，看着大家拢在坚持，就算拢有工课，看着大家准备挑战，无来靠关系，为着一个无单纯的梦，为着家己实现，为着徛伫心头迄个人，为着多谢大家斗相共，为着自己我一直行到我倒期待去一天啊，尽我力量啊，因为我拢是家己的，必须去强啊。困难叫起来家己做，需要互相啊！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头家也好关关啊！这是尽我力量啊！因为我拢是家己的，必须去强啊！困难叫起来家己做，需要互相啊！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头家也好关关啊！哦，因为冷气坏掉了，来。拔了后爬起来，敢有对会去家己？咱来用赢，阮着用走的，敢会对会去坚持，用读到这一挂决定，敢会对会去兄弟，等你成功了后，莫袂去住伫倒位，拔了后爬起来，敢会对会去家己，咱来用赢，阮着用走的，敢会对会去坚持，用读到这一挂决定，敢会对会去兄弟。等你成功了后啊，莫袂去住伫倒位。就算跋得过，失败过偌济，飞飞脚头虎的山也是一个勇者。咱来用着的，阮着准备用走的太阳当下少年，莫用尾巴真正勇行。你会当达成目标时，这个时阵你会当出一挂声音，不管什么身份，甲态度表现死袂离，输莫牺牲家己真做出来。我徛伫山头花，这是男生，尽我力量啊，因为阮拢是家己的。必须去强啊！困难叫起来家己做，需要互相啊！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头家也好关关啊！这是男生啊！尽我力量啊！因为阮拢是家己的，必须去强啊！困难叫起来家己做，需要互相啊！不管你我，不管大小。甲头家也好关关啊！哇，好硬哦！然后剩2分钟，好，白色恐怖。等一下，等我一下，我找一下麦克，快转，快转。全。多少条？多少几条啊？哈？什么东西？再小声一点。我应该问一下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问一下？再加1小时要干嘛？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抛10下去应该没差吧？我怕楼下会有人等而已。等下，他应该可以等我唱完。我袂当讲话，因为我无够嘅地位，无够分量，因看讲无看嘅身躯无够悬啊，再生钱嘛无够，这目睭来只有财团，目睭来无台湾，无人甲讲正义，伫早期搁有电电，搁有袂当讲台语受归人，受到中共威权统治的白色恐怖，受到国民党足足8年台湾看无出路，受到日本教育的阿妈阿嫂，因甲受日捌的事业的，迄是迄天，一句无话无情的，是一大是民族甲下，是只要你是咧抗议。不管伊望甲伊心无要紧，因不管你是老血老目屎，不管土家的尸体打过几摆，不管你是啥情况，真个是种，迄是人们台湾英雄，别去昂笑你的班啊！你可放袂记啊？歌唱你把你给占啊！经过几60档啊，目屎无干。
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啊，阮的酸啊。无尊严，无人性，无自由，无信任，无人甲讲啥物，每一个人头日日看我，看你目睭紧紧看，你目互白石插起来政府，恐怖的人掠起来政管，是无人所境界，用手抹了历史经过，国民党嘛变白菜，38党内抗议大大细细伊讲，国民党啊。地南良为自由，无说生命活，若是活伫迄个时代，参加美丽的命输赢，无人知影其实的政治谋杀啊，但有心的命案，还未破案。台湾是台湾，但是台湾是台湾人会用性命牺牲保护。你若是想要做一世来出卖台湾，和中国，我甲你讲，你搁放袂记啊？搁插你眼睛的针啊！经过去了十打啊，目屎嘛打，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啊，阮的酸啊。你搁放袂记啊？搁插你眼睛的针啊！经过去了十打啊，目屎嘛打。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啊。放伫起的来个花甲相片，你是无辜的，当初拢无人会相信你的囝儿去互长因仔，委屈的过去啊。到即马艰苦嘛是放伫落地啊，无人知影路是安怎行过来。目屎无缘故倒滴落来，好，即马出一人毋知影过程，至少爱知影台南跳出叫蒋介石。反恶霸，拜托拜六爱投下迄个反罢免陈柏惟迄张选票，好不好？那一格啦，那一格反罢免啦。今日要切了李小当啊。有加？没有啊，重点要下去讲。你讲了，就加1小时。什么时候讲的？啊？讲了，真的假的？哦，你刚冲下去啊？这后边没人啊？在牢里的一段时间也很辛苦，出来以后还是很辛苦，为了生活。国民党他们到处都是捣乱。我非常非常爱他，很尊敬他，因为他爱的小小的一个太太一个小孩，他爱的是全台湾，他爱的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一千900多万的人民。爸爸，爸爸像太阳一样，如果太阳不见了，不会哭，然后笑。我叫做地南苗，我主张台湾独立。你搁放袂记啊？搁插你眼睛的针啊！经过去了一冬啊，目屎嘛打，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啊，阮的酸，因我台湾的疼。你搁放袂记啊？搁插你眼睛的针啊！经过去了一冬啊，目屎嘛打。无可能原谅，当初你甲阮的尊严搭伫涂骹，阮的伤啊，阮的恨啊，阮的伤心的白色恐怖啊！一直听尾巴这个凹错。
所以阮拄仔有去迄个柜台加时啊。喂，嗨，对，不好意思，刚才因为这个时间太赶，所以我也来不及收啦，所以一定要加时。哦对，OK，好。所以我们就是一边收一边唱。是安尼嘛？啊，因为刷上够有偌济人爱看这个，我看不到了，好，我看不到了，没关系。好，7个，哦，有7个。有人讲20东，谁说20东？不会是自己人吗？然后那个刚点火金菇的那一个啊，哎呀，懂听。然后那个谁，那个大地刚有问穿那个牛仔衬衫的人是谁？牛仔衬衫就是那个给标征的呀。这个问题是在讽刺他平常没在穿这种装扮吗？我发现现在是不是不会累个？一个神秘的解法就是我把我的手机放在椅子上。哦哟，就好了，这样也不会有提示音。对啊，没那么夸张了。我那提示音都关不掉呢。我来了解一下这只手机啊。虽然我拿3年，我从来没关过这个提示音。在音效的地方，我们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正在调整音效，有够练团式的感觉的吧？有吧？有，你看，真的有，都有啊，你看都有。因为我这边有收到，哦，你啦，就是你啦。收到讯息的要关掉。这个提示事项提醒，这个吧哦。啊，没有，我干脆啊，这。哦，看能不能全部关了，全部关。然后就是跟线上没有，我直接关静音就好啦。对啊，关静音就行了啊，那个音乐不要关掉，这样可以。好了。那个线上的朋友，不好意思，就是我们RC现在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已经被阿黑乔治给超过了。嘿呀，这件事人生一大污点啊，对不对？虽然我干片没有那么多，对，而且我唯一一支干片也上在人人有功练啊。就是哎呀，人人大主厨，可惜。哎呀，对不对？我们期待有拍第2集啊。真的吗？对啊，期待拍第2集啊。对啊，让乔治再得到一次挫折感。好，希望可以啦。乔治他一直在说他怎么便当做厉害嘛，心理做好嘛，便当得赚到的钱，拢去买玩具嘛，嘿啊，互伊卖当买，还要变卖玩具，变卖玩具。所以就呼吁大家订阅阿基的 YouTube 频道，让他可以赶快。对，然后我觉得啦，我希望就是以后歌都可以丢在有自己的频道。就是好整理啊。没有啦，因为有时阵你也去人讲你还给他吹哦，有时爱吹都够，因为准备关心一下他现在的点阅数是那个点阅率到底是多少了。然后看到之后就觉得OK， 这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好，因为20年真的很惊啊，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好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毕竟都已经加时了嘛啊。对，DJ 时间是 DJ 时间了啊。然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代表台湾的歌了哦。对不对？然后自己心里面有一首歌曲也是非常的喜欢。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你知道你现在跟谁一起，跟哪一些代表台湾的人正在一起 live 吗？我知道，我知道，而且还有我的几乎都是我的爱团呐。对。现在台中陈柏惟的场那个灭火器跟那个农村武装青年，对，都有去了。然后其实最近台南也蛮多活动，就是11月有一个浪人季，哇，对。然后再加上最近的一堆市集啊，那个这个月底，这个月底有一个蛮大的市集在全美戏院门口，然后它的那个市集的范围从全美戏院的门口延伸到承德剧堂那边，真的蛮大的。然后这个节就是叫做万神节。因为11月底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办那个万圣节嘛。对，然后他说，台南就是众神之都啊，办什么万圣节？台南应该办万圣节较对啊。所以我讲万圣节这个名非常的袂歹。因为我最近咧写歌的关系，所以我有特别了解的讲，迄个台南是全台湾庙宇上济，总共有1623间。
哦，所以今晚写的记损哦，哦，所以我感觉这真是哦，纵观整个台湾来说，台南真的是哦庙宇文化最丰富的地方。哦，上早的家长团就伫台南，哦，伫大庆街啊，哦，上早的家长团，上早有可能啦，这有可能是上早啦，上早的迄个上甘町，哦，伫大湾，哦。这拢是哦，对，所以今仔日有我一个弯吗？当然嘛无，无准备啦，无准备啦，练团式就是要练啊，不是啊？没有准备到那边啦。然后那我们就来放首歌啊，来舒缓一下啊，我来整理一下我的喉咙。啊，最近有听到什么歌好听？哦，所以就是万圣节，然后贵人散步，然后还有这个 open mic， 哦，有乔治跟 open 阿基的 open mic， 让人记，然后我主张自由言论日，自由言论日又回来有11月中的时候，可是地点我不知道啊，目前知道的卡斯，比较。不要说啊，每个都很出名啊。我比较知道的就是青虫跟血肉果汁机。啊，你呢？暂时没有接到这一场。我是会去啦，我会去现场啦，因为毕竟这是万神拜还有瓦当啦。自由言论日是平常都是固定在这个11月吗？没有，它其实是因为疫情的延后啦。我想说，正常来说都是在4月左右，因为来弄的那个他的那个纪念日是4月7号嘛。对，他通常都会在前后啦，然后会在宜兰跟台南各办。对。然后其实我最近有很多饶舌歌啦，然后像那个大嘻哈时代刚结束嘛，然后大家也互相响应了大嘻哈时代，像那个大基也写了大嘻哈时代的做一个总结啦，然后他也邀请了所有的大嘻哈时代的选手都做了一首歌叫台劳，对，然后这些歌呢，因为我想说。这歌，因为你有一首歌，它标签就要标很多人，对，然后我就想说，它的点阅率也不错，所以我就想说没有分享，可是我分享了一首歌，是桑布伊的，是桑布伊哦，这今年的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专辑奖的其中一首歌，这首歌我听完整个起鸡皮疙瘩。跟台劳一样起鸡皮疙瘩，没有台劳是人多到我起鸡皮疙瘩。对，桑布伊这首送给大家听了，大家缓冲一下，我整理一下我的喉咙，有点烧香啊。有，烧香。刚才真的这样没有在休息，真的很硬哦，真的很硬啊，因为没想到还可以加时。对，哦，God damn， 好，帮这首歌大家缓冲一下，让棒流。
哦，真的假的？可以直接合唱吗？现在是农村武装青年了。直播别人的直播，他们也很久没表演了呢。对呀，对呀。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反恶霸，谢谢，我是农村部中青人。农村部中青人的直播。好，你确定了？刚唱完。OK。其实那个农村武装青年那个时候，我真的也不知道他的台语怎么讲。哦。对啊，我农工农村武装青年。哦，之后我才知道说一起农村部中青年哦，厉害。好，我们最近还有什么活动啊？我们最近要抽书啦！啊，对，台语原来这样讲。对，我们要抽书，然后现在抽会不会太晚？可以，撑到现在的线上朋友们就可以拿到，对不对？我们要怎么抽？要怎么抽？就这个你的这一则这个，反正大家这应该会留存哦。对，我们就把它分享出去好了。问题是大家要从哪里分享？要分享就是这个影片吗？还是？对啊，要分享什么？要怎么样？好，我现在发这一个连结，然后那个只要有分享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因为你要从阿基的这个粉专去分享，他才会被阿基所看到，我们才会知道说就是你真的有分享。对，我们才知道你有分享，你不要自己默默的分享哦，这样我们就看不到这样。因为他要怎么分享我才看得到？就是要到阿基的粉专，然后按分享。哦 ，OK， 对。那我现在贴到阿基的粉专，然后就是我们都不要跟别人讲，就是现在在线的朋友才有这个资格，还有这个资格。对 ，OK， 可以。那请按公开分享就可以这个得到我们这个抽这一本，对，有机会得到。这本书，那这本书也是我觉得非常厚了。对，我觉得拿到你可能可以看到年底啊。对，因为它真的很多，真的资料库。对，所以这一本叫做《原来台语这么说》。好，原来台语这么说。原来台语，喜欢你吗？原来台语来讲，这么讲。欢迎原来台语这么讲，喜欢你吗？这不一呢，我有没去爱抽册呢。好，然后我已经按下这个发文了，已经在阿基的脸书粉专已经分享了，所以这个，然后如果到时候抽中的话，就是会私讯抽中的人啊，没抽中的人就不好意思，这本书叫做《台语原来是这样2》。没有，都应该差不多啦。因为我们也是看了这本书的内容才知道台语原来这么讲嘛。对不对？原来台原来是这样。对，台原来是这样。OK， 然后2，好，没关系，不影响哈，不影响，直接修改发文就好。对，好了，然后就是对，请按公开分享，我们就会私讯你。如果你抽到的话，我们就会私讯你。那不知道阿基今天这样唱下来。这么多落赛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很想挑战，就是因为我其实表演从来不喝酒。今天是一个喝酒挑战。然后我想说，今天应该是练团的关系，想说，要不然来灌啤酒好了。因为我想说就这么一罐，然后想说，就边唱边，因为我看陈升啊，你知道吗？看那个谢明佑啦，小人他们或者是像那个什么阿强董事长乐团，他边唱边喝，我想说哇靠，我多呢嘞，我是没啥法度啦。所以酒会影响你那个思考、读词的能力。对，而且又加上很久没表演，对，所以你看，像有时候忘掉，我就整个放掉了。对，因为想说今天是练团嘛。对啊，可是我前2天真的有在家练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呢。因为我想说，哇，很久没有唱，然后想说，总不能来这边，你知道，一直落赛
结果今天就是来这边一直落赛，好，没关系啊，我们慢慢找感觉啦，好不好？因为毕竟我们在11月底就是才有真正的活动这样，然后我希望可以在11月底可以表演新歌，因为没人听过都算新歌啦，就是没唱过的歌啦，对啊，希望在11月底可以唱，对啊，目前就有一些歌在慢慢做，呢，我来唱几条歌好了，我刚我一点烧声，你还没有唱的歌有《天公伯》、乌中，来，刚我用较轻松，不重，对，重唱一次，刚才随便唱，或是直接先练一次20冬。我知道我要唱什么了。今天的主题是20冬，你还记得吗？我知道，我刚才也练了一段时间，先唱这首好了。等你修正一下。破梗了。等我瞧，我听一下声。有 Y， 来啊！家己丢啊，时间的土，热里的风，修行的路，行伫潮水随风，景色就好。辛苦，身体保重。路边的手歌机啊，到食铁牛车，身躯的白灵是咧火咧啊。月娘斗鼓，三更日头斗三更，爱等后壁六甲柳硬手发咧美行啊。台南车头一台，旧车一步，来去城内吃金菇，两米7米是基本班路一步，进这八日打着母车3米1箍1箍8年米行三来团体是人家行通。时间较快为着过3顿，拜托莫倒为着减肥无食米饭。便当店的林老板特别吩咐爱食好无剩，今仔日的心情保持100分。随风叮当，啦啦啦啦。有一对翁仔某，营养自然拢花真多，健康、健康、健康，鸟仔拢会来吃生卵。有一位靠送，超过8年点要机啊，想要帮助教育行动出来情景大目共。有人用台南美丽主题写新册，原来较早买米拢爱来甲米价，了解真济。有人用台南美丽主题写成我，甲你讲，每秒不止粗白，伊是心我。来啊！一支歌。把水水，喝起，一支歌，最残忍，感谢你，随风叮当，啦啦啦啦。这是流水的影来啊！亲像车歌，啦啦啦啦。这是修行的声来啊！请用力我。哎呦，耶！这首歌高音都没办法上去呢，这首就是今年台南新世代的落选曲。我一直没讲，你现在公开了。对啦，没关系啊，因为其实如果要比赛，我会认真做啦。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在以做歌为主。那你看，像我最近都一直在找资料，因为有一首歌它资料库太大了，所以必须要一直在吹，了一边吹一边学嘛，然后所以。你咧写歌的时阵嘛是咧增加家己的知识啦，所以我感觉写歌是我的养分，所以我感觉真介意啊。这就算阮的每年个整，好不好？你说同样的歌再投一次，没有，当然没有，当然做新的。好像有机会耶，每次的评审都不一样嘛。对啊，好像有机会。而且其实我做的歌又很符合这个比
赛。对啊，对啊 ，OK 啦，明年再来啊。刚才线上的这个资深的粉丝虎麻说他要点四旧，四旧我没唱过呢。我跟你讲，我加油好吧，下次唱给大家听。哎呦，立下 flag。对，还有什么歌？所以四旧不好意思，今天还是听不到，我也还没听过现场版。刚才太赶了，我把很多那种后面的歌都把前面唱了。你现在知道没有歌可以唱了？哦，超惊嘞，而且现在喉咙超惊嘞。我想，OK， 好了，有一首了，虽然它很惊，可是好像还是要唱了。哪一首？听前奏猜歌。几个会啊？听这几个会啊也没唱过，我几个都直接放原曲。潜水。潜水没唱了哦，带了。你都不是啊，我带些读曲都不是啊。哦，盖小岛乡。哦，哎呀，上上的我歌嘛真多呢，这个唔代表唱对调的。你将青春也伫青春生存的世界，必须勇敢的面对各人目屎。一个病，一个梦内，无人变你厉害。为着明仔载，委屈甲期待甲捌来。迄阵风转来啊，家己带去负责的金龟树边望啊，望啊。你着想想跟泪泪，犹原切切面对，度量甲其实，叫我莫烦恼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莫悲哀呀。你心内你亲像盛开的花，开着不得的时代，无人知目屎，滴滴吞袂出去的皮，讲袂出的话，说你青春岁月，无应该亲像日头落山后，你踮伫潭边的等候，月娘渐渐升起，照着你的面容，你永远直直美好。我知道说这个世界有通无来改变，安尼你的离开就无了遗憾。为了我着这样的囝日逝世，以后你始终是怎样看待？这片土地所有的不甘甲头鬃，转变为真正的故事。提起即摆的你秘书爱清楚，过去伊是个幸福的模样啊。这个步调大西车，慢慢咱回正，后壁画就莫画吼。哦，我来听这个过门。
吹。好，我现在关歌都很快，都慢慢来的。哦，时间还很长啦，哇，也剩半个小时而已啊。哎，对 OK， 还有收到 OK。好，那个，我觉得《青春》这首歌哦，它应该是我那一年，做了一个，没有，应该是遇到一个最棒的这首歌啦，最棒的缘分。你不觉得刚才听那个蔡佳莹那一段，那真正是起鸡皮疙瘩呢？系啊，他那时候伊伫遮录的时阵，我伫迄个控台区，我第一句笑出来，我鸡母皮就起来了。我讲哦对，就是这，佮加上歌词佮真好，所以了新旧着一条歌一个好的副歌这真是真厉害啊！拄则一听我讲这歌词真写真好呢，对。是真的，是冰的，这样这样写真好 ，OK。小玉姐最近开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做“新歌放火商”。对，甲一个因的迄个歌手朋友做伙直播啦对咧唱歌的。然后小云姐伫迄个万圣节顶管嘛有表演。哇！对，嘿，所以大家当来。万圣节听小云姐了，纯粹摕一罐海尼根互伊啉。你嘛会当啉酒唱歌，有啥我都袂使。了来迄个啥物啊？迄个南山食堂来食物件安尼。哇！对，万圣节袂歹。了其实即礼拜迄个好事底家，迄个是那个什么厅长官邸。遐嘛有市集啊，南山食堂嘛有，久违了半年之后的第一场。对，我开只冷气半两斤嘛，现在全欢喜。但是每隔1个小时都会关哦。我不知呢，没有，应该是半小时就关。没有，它那个叶片好像会卡住。我们现在一定要讨论这个。我上次也是这样所以我在那边大凉瓜、塞凉瓜，今天算蛮舒服的，因为我还要自己带毛巾来。OK， 还有什么？好了，所以剩20冬了呢。还有吹啊。冷静啊，这首了。大天孙秀，高音性感，冰冰冰冰。来，我科普一下，其实是大天孙秀强音性感，强音性感。我是被一个嘛是庙风铃书讲你那个怎么是高音性感？高音应该嘛是有啦，但强音性感是上对的人家还没上小学就要纠正人家台语。没啦，是我们教他唱，是我们唱错，是我们教错。别再来哈。大天孙秀，高音性感，好强啊！记得啊。规阵头拢是泡啊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我觉得One by One这应该要唱这首的。是咱千岁呀！嘿。喝一口啤酒。像一罐食到40-50岁，硬硬才袂讨咱像一款有款有色目睭踅伫头壳顶悬像一罐不识财团转去乌台袂煞少啊！你所拢你的面相，你变真正突然。这拢是阮的心肝，你这心肝活伫倒面，思想无善良，伫心头讲讲了，民众食了无健康无良，所以拜食千岁处理才会无正常啊！什么政府就有什么款的骗子欺负无辜体地，紧写紧宗教，搁紧自由，无民主紧律师，紧说演甲脱后事。只要皇帝法规法규拆掉你的厝，做什么因一定有报应。存什么心享受一定受人理，这就是人生只需各种正面对抗，看是文啊武啊，欢迎我是家父。这首歌应该要开场的。那个单点都无烂啊！这过门非常长哦。底下拜托大家，明仔你若是中2选区的，我们要反恶霸，好不好？吃姜酥鸡，拜请千岁处理才会无正常啊！来哦！大天孙秀，强音性感。乒乒乓乓，规阵头拢是炮啊声，妖魔鬼怪，掠甲无半只，
滋味灵感是咱潜水呀，带着纯手供应性价，变变变变开枕头拢是泡沫声，也无鬼怪，也甲无半只。滋味灵感是咱潜水呀，带着纯手供应性价，变变变变开枕头拢是泡沫声，也无鬼怪，也甲无半只。滋味灵感是咱潜水呀，带着纯手供应性价。变变变变开枕头拢是泡沫声，也无鬼怪，也甲无半只。滋味灵感是咱潜水呀。对不对？One by One唱这首一定赢，熊抱熊抱啊！选那个什么，唱什么我也忘了。JY 哭哭，JY 哭哭啦啊，没关系啊。这个吉西大车，算了，我不会讲。好，吉西路票免怨叹，吉西大行。免，好了吧？哦，干太远烂了。哦，所以分享这一则 YouTube 在阿基的脸书粉专就可以得到台语原来这样讲。对，好。所以我们要，那这个贵人散步，听说你第1年的时候有去，是不是？哦，对啊，第1年其实是比较实验性的1年啊。然后那时候其实是人永宫殿参加。哦，所以他就是有一个 set， 然后给人永宫殿用这样。哇，对，然后在11库，哦，好久不见的11库，对，然后那一年就没啥人了，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表演的场地都分布比较广，他那时候有在罗拉，有在335，然后有在新城市，也有在11库，你看都很广啊，很分散，而且那时候没有 GoShare。你又没有办法骑机车，你一定要步行啊，对吧？太远了啦。人家叫散步啊，贵人散步。那个太远了。新城市很远的，新城市在那个，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啊？他在那个哪里啊？成功路跟金华路交叉口。哦。超远的。那11库在火车站。当年你还记得你唱什么歌吗？第一次贵人散步的歌。我应该有唱《白色恐怖》，因为那时候他其实第一次贵人散步5年前嘛，所以《白色恐怖》已经做好了。哇。对啊。应该有唱白色恐怖，我好像只有唱白色恐怖。好像是，因为他好像4个人呐，4个我，然后董贝，然后还有谁啊？还有谁忘了？好，那不重要。对，我应该是唱白色恐怖了啊！只要我觉得通常人永宫殿排的 set 啊，照我的部分，我可能就是1首。白色恐怖，因为你1首就占人家3首的扣。而且重点是我们曾经有排过什么赛，就是太极拳的时候吧，一个人要准备多久？6分半。我靠背，我白色恐怖就7分半。我说拍谁你昂分瓜冷分30秒好啊，你拍谁你昂分30秒。前后借一下。对，因为我们那个都是一定要排好的啊，因为如果你超时，那个场地费就还要再算了。对啊。那我有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太极拳，我上次问乔治问阿黑，他竟然不理我。我问他说：“为什么太极拳怎么没有你？你去哪了？”阿黑，乔治。对你这个问题问我就对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我是从头到尾都有参与的人啊，对不对？乔治他就是五习10级5习都骗。没有啦，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太多的作品，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们一个审查机制就是挑歌，每个人都做一首歌，然后我们会不知道找谁来挑啦，我不知道，应该是有短基啦，然后一些前辈这样，然后就挑觉得不错的，他就把它收进去，然后那一些人就有收录在专辑里面，没有挑到的就没有。所以你看那时候阿伯有教歌，然后我那时候教20年，我好像还是尾巴进。对，然后那时候那个干妈点嘛，然后那个好友一满。就都蛮前面的，他们都已经是一定确定是有进。那时候的 Cyber 专辑就是以这种为主了，然后之后就不是了，之后就是你可以去干嘛。然后我们第2张就是跨界嘛，对啊，然后就你找谁？没有找谁还是自己抢。对，那时候就介绍那个，我就推荐阿法给那个茶余饭后啊，因为他们那一开始要找谁，我有点忘了，找一个
很奇怪，好像又找不齐的人，就是就是他的曝光率很高的。哦，我说那你可以挑那个南部，而且还是自己台南的歌手这样子。没错。我说那阿法你可以去联络。现在是听天汤，对，听天汤哦，也不错，眼光真准，现在红到爆炸。对，真的红到爆炸。而且我第一次听显然，他们其实现在都听天汤了，可是他们以前叫显然啊。我第一次听显然的时候，是我去335的时候，我为了要去听一个乐团，是4年才表演一次的一个乐团，就跟奥运一样。那个乐团叫充气娃娃。哦，对，然后那个乐团的每个乐手都是来自每个各大领域。哦，像吉他手就是 Full House 的吉他手。他们都是来自长隆乐音社的，然后主唱就是那个 PA 界的传奇熊哥，对，就是这样，然后贝手是 Overdose 的贝手，对，就这样。所以他们跟显然的关系是一起表演，充气娃娃跟显然一起表演，对，显然是开场。对，那时候听到显然就原来是这个不错，这个应该会红，对，好，那乔治应该以后也会红了。今天帮你开场，没有，我是沾乔治的光啊。好了，我们来试一下20年好了，因为我不知道都枪这个嗓还 hold 不 hold 得住。计划吗？等一下，重来。发生什么事？这很慎重啊，因为我没唱过。我这有丑3的机会啊。你这当今的配，好，再一次。他拍子很奇怪。好，希望现在线上人数不要再掉了。好，好不容易增加了，有增加吗？我们再继续干坏。这就是练团嘛。如果前面放枪，我后面就直接下去了，不管了。你这当前的批，怎写好？你这当后的我记录，你这当前后，你这当之间的变化。内容这的东西的我读无册，今麦的你敢有坚强心，我会得过。莫袂记初中，莫袂记友好父母，莫袂记为何坚持，莫袂记梦想，莫袂记你讲过的环游世界。我想你也是因为较过无啥事，甲今麦环境愈过6甲6的相处，为过这地有我对你嘛有我的心印象心酸。啥是的我无甲想较济，单纯的少年家，远远啊转来去我温暖的家。经过路到3甲空的面搭啊，经过长我路用讲见面干嘛？踮20当后，搁会记你古早味嘛？搁会记你细汉海边的山，搁会记你我嘛？哦，脑足惊嘞！拢是我给拜一那个竞拍我一定会练好的。环境变形变过，也拢看无伊。我面对压力手，电力1个月的小单，我面对大楼一栋一栋渐渐找无天际线。我面对你伫对面，讲的每一句话，真正也爱经过头壳伤脑筋。现实有我心酸，初中搭就搭伫20当前，无钱无才能的人比起这钱庄。迄条世代计度早就收起来啊，藏伫桶厝内，计划20当后拍算。搁有偌济20当，我心偌济梦。生活这阵怀念，想甲做的拢无共。社会一步一步踏得真无常，环境甲人情味煞计往回头路。经过路口面搭啊，收起来啊，
经过田花路，路面看到一堆沙石啊，经过海面也雪层层无沙，经过20冬的变化，我想起你啦。20冬的。你经记录变化，陪我提起你啦。大大风飞驶过去来，驶过来呀，搁驶过去呀。环境变轻变化，也能看无伊。大大风飞驶过去来，驶过来呀，搁驶过去呀。你经记录变化，陪我提起你。是你的20前，面对了20后，规律的20起，到日头下班后比起我的30前，会当是乌糟好翻头，看我家己的目标，甲有做到老白头，脏发了规支，因为你在想，想到我搁久的毋茫会当较大步人生，太济无一定爱向，是大铺好的路，是上对自己讲的，直接真正快乐。理想的人生，亲像散步想要我，着爱小心。配上拢只家己的心情来决定，家己故乡讲做梦追求，无一定爱离开。你开始认真，你较尾看世界。每一步踏好再看未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OK， 放枪放得很自然啊，放枪放得很自然，我觉得。好，我们在最后这个倒数的时间哦，因为我们这个剩最后9分钟，那我们在这个最后的9分钟的空洞时间，我们放一首歌给大家一起听。我们放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我找一下。好，那个线上的自由先生，还有干化府城的 Miko， 还有卓健，还有龙猫，还有虎麻。还有卓健，还有这个荣坤兄，好 ，A.K.A 我爸，好，就是感谢大家，还有蔡振林，好，还有这个大地，好，感谢大家。蔡振林呀，对，全部就要唱名哦，谢宗翰，然后这个 Voice Freedom 911，啊，就是很感谢大家哦，还有烟炫，哦，烟炫也是你的铁粉，好什么？对，就是感谢大家在线上陪伴2小时的时间啊。其实应该只有1个小时半呢、我们有有半小时的那种垃圾时间哦。你说的是有乔治的时间？对，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哥。我真的很久没有唱了。然后在刚才有一个非常紧迫的前1个小时，我把所有的力量都放上去了。对，我现在就是烧枪，要不然刚才20年其实很 OK 啦，很棒，超好听的，超好听的。对啊，如果我再把竞拍呢？为什么会这么难抓？到底很难抓。我去用耳机听了，对。好了，感谢大家了。我们现在放这首歌是来自谢明佑谢老师哈，叫歌跟我卡班的。我现在我也放这首歌呢，因为我最近有听那个郑丽君。迄个思想操场，他那个 podcast， 然后有一集问到迄个一个哲学家叫做吴瑞仁吴教授，伊问伊讲自由是啥？了，因
伊内底伫咧讲那个自由思想嘛，啊自由是啥？啊了有个人老师也讲，伊以前到即马就是一个答案，哦，自由就是做家己的主人。哇！哦，所以我感希望大家会当哦有家己的迄个想法哦，继续啊了做家己的主人，对，啊，就是有家己的会当去做的代志哦，就莫放弃，哦对，啊了我是哦不得已，哦，所以我听着迄句话，啊，佮加上我有一道我伫阮店门口我看到有一个徒步环岛的，哦，我看到我讲哦，我开机给我陪我想，我一定会家己计划哦，至少半个月时间，真正去徒步环岛一个。赞，这就是哦对家己有一个人生有画了一撇啊 ，yes，一撇，画了一撇。趁你爸现在回来，你